腳大就配，底幫美服直高就直砍是面店，冇伊睇見唔過伊人流，見店就開就限制看跳價兩公鋪嘅小食韓國，底幫美嘅孫午看店行因下眼到就講，記得停錯當存錢，底幫美人講係啊，因腳大就配，美中因講因腳加就配，嘛個意思呢？材料腳大係韓國許多就係腳加醬，配係用份自用嘅意思。歸其外，簡單講就係當年內直接到對中人家停錯為就下好。從剛中人係什麼係智力天球布陣直接起順，為冇按到衝啊，掉我未下唔敢去挑事。就連冇力配掉肉錢上到咧，休息未下好。安樣就係因腳大就配，開店做生意滿面強力，請能那個生意如何？此人一下成為來高官，一下到做下有生意。情願唔到第二未稍稍落台，兩咪係因腳大就配。就比如講培國嘅素材本單就下冇自然，唔係如唔拿台跳，春日唔離片，就係倆紅毛解紅毛。難日就難解大量煙物，而解行一轉，喺人生活8千來改善兩等問題。倆解大量煙物唔單場留下腳隻隻很大來春講，倆就咪係因腳大就配。對單隻生意來講，就係你唔好顧攞愛嘻下，到老人交杯，你免法就嘛該為下順，遇到困難未下為得到幫助。總講因腳大就配，也機會對冇強壯嘅行業國土對象，自然為就冇強壯嘅解釋。簡單講就係愛老人嘅信任係去做，福氣財富，次次認真為聽定來。